Hello， 歡迎嚟到樂知天命嘅 channel， 又係算命不勤嘅時間啦。今集呢，我哋就可以嚟講下陳冠希嘅八字。相信呢，撳入嚟睇呢條片嘅朋友仔呢，對於八字呢，可能呢都會有一定嘅認識，或者係嘗試想了解嘅。希望你哋都會中意呢，用另一個角度出發去學習八字同埋紫微斗數嘅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進入今日嘅主題。相信呢，大部分嘅香港人呢，對於陳冠希呢都係非常之熟悉嘅。佢係過往千禧年代嘅男神，但係一場艷照門呢，令到佢嘅事業跌落谷底。但係佢冇因為咁樣呢而放棄自己嘅人生，反而呢係創立自己嘅品牌，再一步一步咁樣爬翻上嚟。咁我哋今日嚟睇下佢嘅八字呢，到底係有啲咩嘅玄機？到底八字呢可以點樣睇得出佢嘅個性？或者係到底佢會有啲咩功課係需要做嘅？喺呢度呢，我哋就見到佢嘅八字呢係癸水山係有月，年柱呢就係庚申年，以單年月日前三柱呢，我哋都可以判斷呢，佢係一個金旺嘅八字。金旺嘅八字呢，其實我哋之前嘅初階課程呢亦都有講過嘅。金嘅特性呢，本身就係比較直接，唔中意轉彎抹角。因為金咧可以代表刀啊、金屬啊等等，刀本身就係一樣好鋒利嘅工具，而且呢一樣工具咧本身就係有佢哋嘅用途同埋特性。譬如話鉸剪就係攞嚟剪嘢，刀就係攞嚟斬嘢，所以佢哋咧係非常之單刀直入、直接，比較爽朗啲嘅個性。所以咁多年咧，你見到啲粉絲咧忍唔住想偷拍陳冠希嘅時候咧，佢都會咧係好直接咁樣咧去當面對質嘅，所以呢個咧亦都係金嘅特性。其次咧，你見到佢嘅地支咧係有丑半合金，呢個公式再加埋呢個十神嘅組合咧，基本上以我經驗所得咧，佢都一定會有事業嘅難關。咁呢個功課即係啲乜嘢咧？其實咧可以分為三大類。第一大類咧就係佢哋嘅事業係好難做得起。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面對嘅批評可能比較多，所以咧佢哋嘅自信心都會比較低，唔係好敢咧去創立自己嘅事業。而第二類嘅人咧就係佢哋會經歷大起大跌，但係跌倒咗起唔起得翻身咧就係另一回事啦。第三類嘅人咧可能就會從事藝術家嘅職業，而陳冠希咧就係屬於第二類嘅人，經歷大起大跌再爬翻起身。所以其實咧，本命盤咧已經知道佢會發生啲咁樣嘅事，只不過咧係睇大運同埋流年咧幾時會發生嘅。咁佢行到第四大運咧就係己丑運，亦都係屬於官殺類型嘅運程。咁呢一類嘅運程咧，一般咧都會經歷咧事業嘅壓力啦，或者咧係會創立自己嘅組織等等嘅。咁同上一個運程戊子運咧，亦都係一個截然不同嘅運程嚟嘅，所以喺呢兩個運程之間咧，佢哋會有一個銜接位，一定會係發生啲事咧，令到你可以符合得到下一個運程嘅。如果唔係，人係唔會無啦啦轉變。當然啦，轉變咧某程度上就會帶嚟痛苦嘅，所以佢就喺2008年嘅時候咧，先發生一件大事，令到佢咧重新思考自己嘅人生，再將佢嘅職業咧由熒幕之前咧，變成一個品牌嘅創辦人，符合翻咧佢官殺運嘅運程啦。而呢個理論咧，其實就好似我哋春夏秋冬咁樣，每個季節之間嘅轉變咧，天氣咧都係會比較反常，亦都會多咗人感冒。放翻喺我哋人生嘅運程上面咧，其實都係一樣嘅睇法。咁今年咧，陳冠希嘅八字咧就係巳酉丑三合金。咁睇嚟咧，佢又會面對事業啦，同埋錢財上面嘅考驗啦。咁就要小心破財啦。如果要同人哋合資啊、投機啊等等咧，其實呢一啲年份去做任何嘅決定咧，都係容易損財嘅。不過呢個世界咧都係一體兩面嘅，咁有壞事發生就自然有好事發生，或者會因為呢啲損財嘅事情發生之後，佢會學習得到更加多嘅人生道理啦。咁今集嘅時間咧，又去到呢度先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八字嘅理論咧，不妨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學習更加多嘅八字咧，去認識自己、認識人哋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